来看新德市伫今仔日有一场家具再生的拍卖会，有20多件拍卖品。也人更较特别的是，民众会当甲厝内廃弃的家具摕去现场免费修理。民众摕厝内歹去的家具来遮，经过木工师傅修理一下，原本歹去的家具，亲像重新搁挖过来同款。那如果民众朋友使用家具的话，我们其实断裂的话就可以拿来给我们维修。那其实比较难处理的会是发霉或者是那个掉漆的部分。我希望就是透过这一次的那个修复家具的行为，那也是让我觉得说，就让修复这件事情，就是除了把东西修好以外，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，也可以为环境付出一份心力。721升、722升、730升，成交。新德市拜六有一场家具再生活动，现场唔但替民众免费修理，还有二手家具在现场拍卖。参加的民众讲，用这款方式做环保，感觉袂歹。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地方，毕竟这可以减少碳排放嘛，然后再加上这样也算是让地球的资源可以利用得更长远，对未来也比较好。敬拜到年底，我经旧历过年的时，民众厝内会大摒扫，卖单调一寡家具。所以，真侪县市摆举办再生家具的拍卖会，用实际行动来落实环保的理念。所有的物品用环保的概念，能用则用，不能用就修缮。只有到最不行用的时候，最后我们也会将它做成废料。比如说做成木屑，森林资源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绿色的一个资源。那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一个运用方式，包括木质家具的一个再修复的一个利用，或者是其他环境绿美化的一个这个应用的一个方式。环保局提醒民众，其实真侪家具废弃，只要经过修理，就当继续使用。鼓励民众千万唔通浪费，做回来爱惜地球资源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